大人，怎么样啊？翻了翻审过的卷子，高中那一批里边有杨万里的，不是胡明了吗？考院里边看过他写的策论，内容我还记得。那是谁抄名字的时候抄漏了？不是，卷子的内容是杨万里的，那名字改了。要个公平，这么难吗？这得查呀，大人，看看是谁顶替了杨万里。不用查了，这名字我认得。认呐。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。殿下是想要我做什么？抄录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足够了。顶替杨万里的名字就在其中之一。太子门生。敢问大人，除了他还有没有其他人？就他一个，除他之外，其他名次一切正常。大人，一定要慎重，一定要慎重。二殿下已经与您心生嫌隙，此时如果再与太子交恶的话，此事要好好想想。不用想了，我这个人说了话就得算。什么话？这届春闱要干净。老邓，你带医处的人把这儿给我围了，没有我的手令，谁也不许放榜。领命。王启年在呢。去东宫。殿下，范大人不请自来了。为何不早禀报？快说！您要的知医今天也好了，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谁安排的呀？您安排的。小范大人，这么匆忙的来找我是为何事啊？来，里边请。原来范兄是为此事而来。这是特意让你瞧瞧，喜欢哪身啊？我又不懂这些，这是哪个铺子的手艺啊？我做的。殿下啊，随便画的，寻制衣的来做。设计师啊？什么师？啊，没什么。这怎么都蒙着面啊？面相看不得，气质都对不上。懂了。殿下这些衣裳是为谁量身定制啊？不为谁，瞎胡闹。水平很高，不算胡闹。我就欣赏你这一点。这要是换个人，就要劝我专心国事了。人嘛，总要有些闲趣。对了，这春闱榜单冒名顶替之人，的确是我门生。但是我说此事与我无关，你信吗？当然信。要是殿下做的，绝不可能只换一人，也不会专门针对杨万里。这分明是有人从中挑拨，引你我相争。看得准。范闲把考场围了，全城都惊。然后呢？然后直接去了东宫。难道是太子在榜单上动了手脚？太子可不傻，奇了怪了，陛下都开口了，谁会在这个时候动春闱？除了我二哥，还能有谁呀？不像是他的手段，太直白了些。是谁可以慢慢查，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收尾啊！好歹是我门生，
不如将错就错。这样，姚万里那边呢，我保他1年之内入仕途，怎么样？假如将来有一日有人将此事移交圣驾之上，参殿下一个春闱舞弊，结果会如何？岂能授人以柄？还是你看得远。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忍了。岂止不能忍，还得闹大点。怎么闹？闹到监察院吗？这是春闱考院，是礼部直属之地。你等拦在此处，若误了明日放榜，谁来领罪？监察院一处邓子越愿担此责。监察院什么时候把礼教法度踩在脚下了？刀剑无情，还望尚书大人自重。我倒想看看你这刀剑怎么无情。诸位同僚，我一处经年守礼，了然人情世故。可是监察院有必要了然人情世故吗？咱们手上这把刀可不是摆设。那我就要看看你怎么收场。诸位同僚，小范大人为众生封考院，此等风范天下少有。他说的都是真话。邓某此前终日浑浑噩噩，得过且过，可以说是耳聋眼瞎。但小范大人来了之后，一处不一样。我相信一处一定能像从前一样，行使监察百官、震慑奸佞的职责。故此，邓某此生绝技追随小范大人，还请诸位同僚此后行事对得起身上这身官袍，对得起大庆。对大庆。入宫见驾，小范大人和太子殿下。正是如此。为了什么？听闻是为了春闱舞弊。本届春闱。小范大人都已经把考场给围了。这种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街巷满是传闻，小范大人要为天下学子求一份公道。不愧是小范大人。哎，不过你怎么老能听到这街巷传闻，我怎么就没听到？街巷传闻谁传出来的？街巷传闻嘛，那谁知道啊？春闱舞弊何等大事，这么快街巷便有传闻，这事儿不合理啊！也许是小范大人自己做的，借民心为弊助，有道理。若不是监察院，消息哪会传这么快？这样一来，那就只能勇往直前，再无退路。我怎么觉得这一步一步是什么在把他往前推啊？谁推他？为了什么？扑朔迷离，瞧不清。侯公公呢？回大人，陛下那边走不开。贵姓？可不敢言贵。小人红烛。年纪轻轻就能替侯公公当差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多亏了简书司戴公公美言。简书司，就是给大人行贿3000两的戴公公。戴公公犯下大错，宫里最后问他谁适合接掌简书司，他就说了我的名字。等等，你们2位什么关系啊？回殿下，非亲非故，就是替戴公公捡了次鞋。那这么说起来，你应该怪我。该谢大人。谢什么？若不是戴公公倒了，我哪有接掌简书司的机会？若不是接手简书司，哪有被侯公公赏识的可能？说到头，都该谢范大人。有没有人跟你讲过，宫里说话不该这么直白？
大人才华经世，如今又为天下学子毅然入宫，小人感佩至极，心绪难平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了天下学子而来？大人所言所行，传闻已广，传闻已广，满城皆知，叫人钦佩。是你故意放出消息遭收拾的，手段高啊！没事了，带路吧。启禀陛下，太子求见，范闲求见。儿臣见过陛下，见过陈院长。陛下和陈院长要是有要事商议的话，臣可以先告退。没有商议，送东西。陛下，范闲有大事要向陛下禀报。他有大事，你干嘛来了？此大事跟儿臣略有关联。那你就说呗。是，这春闱榜单被人动了手脚，本该上榜的学子，换成了儿臣的门生。春闱舞弊事关重大，这分明是有人在栽赃陷害儿臣。儿臣委屈啊，所以儿臣以为此事应该严查。你觉得呢？陛下，臣觉得此事荒唐啊。范闲，春闱稽查是你领的差吗？是我的差事。那你就应该把这个差事办完。考院医处已经查封了，榜单也会修正回来，只是到底是谁动的手脚？该查下去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春闱科举是国之命脉，臣觉得该查。那就查呗。谁来查？年轻人，你们应该多做些事情。该查多深，敢查多狠。这些都是5年来举证春闱舞弊的折子，到现在没有结果。为什么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没人敢查呀。因为查出的结果牵扯多少人啊？到底该查多深？该查多狠？该查多严？不敢呐，到现在也没人敢查。臣胆大妄为。你查？你要知道查出的结果，你受得了吗？臣自己接着。看好，有这许多折子，整顿吏治，义不容辞。查。
这今年的案子是该查，往年的案子你查他错谁了？赤胆忠心呢？啊？不查不行啊，殿下。这台阶也起了，名声也立了，没退路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陛下和陈院长想让你查？谁说不是呢？不差事，得罪人。我得罪的人还少了。哎，你不容易啊。母后召见我，你先行一步吧。好。方才多谢洪公公提醒。借一步说话，请。有话说。你这是哪一出啊？小人原本姓陈，是颍州人士，被贪官迫害，夺我家产，全族灭门。小人侥幸逃得性命，无处可去，才入了宫。哪个贪官？就是如今的颍州知州。颍州知州。恩公惩贪除恶，如今这贼人依然抄家入狱，被判了斩立决。若不是恩公出手主持正道，小人的血海深仇，绝无得报。这陈院长查的名册，督察院办的案子，咱们卸到我头上了。小人虽然愚钝，但也明白是恩公在推行此事。我不信。你这身份，如今宫内几人知晓？入宫之时，登记在册，我是胶州人士。在这宫里，我只姓洪啊。本族往事无人知晓。洪字怎么来的？入宫时遇到一位姓洪的老太监，对我有所看顾，我便也姓了洪。往后不要叫我恩公。明白，大人。你明白什么？从今往后，我便只在心中记得大人恩情，除此之外，绝口不提。先带路吧，好多事儿要忙呢。大人请。范闲把金榜换名的事捅到圣驾前了。那不止，陛下把这几年的舞弊案都丢给他了。可金榜上冒名的，毕竟是你的门生。母后，我觉得范闲说的对，这事不是我安排的，终究是隐患，莫不如光明正大。至于门生嘛，也不差那一两个。话是这么说，终究落了你的脸面。我哪有什么脸面啊？你是太子，正因为是太子，才要不得脸面。人呢？啊？人？不是都让老邓带着去封考院去了吗？
你瞧我这脑，来给我吧。别，大人，我不累，我都抱会儿宫里的东西。还得辛苦你去给邓子月传个话，春闱放榜一刻不能耽误。哦，那榜单呢？自然要把杨万里的名字改回来。那谁改？不会吧？不是，这么多字儿啊！啊！咱不就把这个名字一划，写上杨万里3个字不就行了吗？哦，道理倒是没错，毕竟是金榜嘛，直接在上面修改涂抹，有失体统吧。是啊，可是这万一我错了一笔呢？祁年兄，凡事还是多往好处想。有什么好处？比方说，手抄金榜者，从古至今唯祁年兄一人耳。那是啊。可是我这，不，这万一错了，哎，老邓，还是你来吧。哎，使不得。大人是吩咐，您错了。不，你的字儿比我的字儿好。那我命也好呀，我不用做这事儿。按理说，此事该当礼部的人动手才对。大人说了，这放榜之事啊，年年都是礼部来做，他们也累了啊。今年呢，就让咱们医处替他们分担了。可以用不着这么大一张榜。大人还说了啊，这届春闱啊，要的就是个公平。之所以用这么大的榜，就是要昭告天下，公平。对。啊。那既然这么重要，应该大人亲自提笔才对。你这话能不能过脑子啊？大人那笔字儿，啊，哎呀，确实是，大人亲笔的话会伤了自家颜面。哎呀，再说了，大人现在正忙着呢。陛下把这些年的春闱舞弊案，都扔给大人了，大人正查案呢。哦。都是些陈年旧案呐，从何查起？不是你能不能不说话呀？我这万一写错了呢？我也是担心大人嘛。在牢里查。牢里？哪里的牢里？咱医处自己的牢里，别说话了，行不行？哦。哦。哎呀！呀！看看歪没歪？祁年兄，无从判断呀。这看不出来吗？委实看不出来呀。就这么着吧。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陪我爹呀。不是，我是说医处的地牢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跟王启年说了，老王就让你进了。一开始不同意，然后呢？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我回来京都算不算是暗中行事啊？那当然算。他也是这么说的。然后我就问他，那既然是暗中行事，目的不就是不被别人发现吗？那我待在地牢岂不是很合适？你这什么话？居然很有道理。然后我又跟他讲，我说范闲求我爹做事，事成之后，万一他要杀人灭口，我要是跑了不合适啊，所以我要跟我爹待在一起，待在地牢里。如果你真的要杀人灭口，大家都方便。爹，然后王启年就让我进来了，喝茶。你就不怕我真的杀人灭口？你不是那种人，这么信任我？也没有什么信任不信任的，我就是想跟我爹待在一起。老夫也要感谢小范大人，把我从刑部调到医处，在这里住着，舒服多了。待几天就放你出去，放心，不灭口。其实，这些案子我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。能查吗？查，是能查呀，但是查完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说到底，能往城卫里塞人的就那么几个：太子、皇子、长公主、林相、陈院长，还有军部老秦家，这几个，哪个能治罪啊？放心，我不傻。没想要把这些大人物拉下来。小范大人明鉴。背后的动不了，还有办事儿的。从中调停，收取钱财，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。动一批吧，最起码几年内让动了心思的人知道害怕，这样公平多少也能保住些。要查办事的，差不多都是礼部的。礼部清官多还是贪官多？大人，你觉得拿多少银子算清官啊？郭先生莫开玩笑，是大人先开的玩笑。那就一个一个查，犯错的都不放过。那既然这样，我给你列个名单，这些人办事毛躁，从他们开始会简单些。麻烦了。其实这案子最重要的是那些苦主。什么苦主啊？那些被诬陷的、被收买的、被改名换姓的考生们，他们就是苦主。办案嘛，总得需要原告嘛。多谢郭先生提醒。不要谢我，是天下学子，该谢小范大人。严重吗？扫清积弊，还天下读书人一个公平，再怎么谢都不算重。谁找我？往门口。小贤贤，太保，快进来！你出来吧！你进来！你出来嘛！你进来吧！哎呀，你就出来吧！你进来我就出去。我进不去，你快出来嘛！快！刚才叫你进来，你怎么不进来啊？不行的，这里是你办差的地方，如果我进去做错事的话，别人会笑话你的，你就该没面子了。胡说，谁敢笑话你？进来看。不行啊！我就来看看你。谁带你过来的？啊，袁先生啊？啊，就他一个？袁先生陪着爹放心。
那肯定的。小贤贤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爹要请你喝茶。世伯要是找我，随便找个人叫我一声就行。他妈还让大宝亲自跑一趟。大宝他自己也想你啊。大宝性子纯真，难免会受欺负。以后麻烦小范大人多照应着点啊。话里有话。大人，您想多了啊。老夫还有些杂事要办，麻烦小范大人陪着大宝回府。你忙你的。放心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护着大宝。袁先生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古古怪怪的。是不是因为他的唐人太小了？有可能。陛下让你查近年春闱舞弊，消息传得这么快？不瞒你说，这些年往榜单里塞人的事，我确实也做了不少。真要查，第一个查我就行。别看了，没试探。说真的，这能怎么真啊？你接手此事，转眼间全城传遍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陛下要让你借机扬名，为接手内库做准备。我知道，今日上殿，陈院长提醒我了。那你怎么办呢？真要查，查谁？查谁都是祸事，不小心就会树敌无数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查我算了。我提前弄几个人，到时候扔给你。一来给陛下有个交代，其次我能替你护着点儿。做官嘛，过于悍勇，下场堪忧。世伯真是如同蜡烛一般，什么东西？燃烧自己，照亮火。乱七八糟，什么歪理？还没来得及谢过世伯，春闱那天，你也替我考虑着。你自己做得很好，我的这些安排，你都没用着。这份心意一时难得。我这个位子，一人之下，既然能护着你，就多护着些呗。啊，总得给你些时间，待你抽枝发芽，亭亭如盖，就该靠你护着林家了。绝不相负。也不必如此认真，我也不会这么快就退。你且安心，万般烦扰都有我在。哎，这袁先生去哪儿？我等着他下棋呢。要是我悔一步，这盘棋我还能赢啊！袁先生不是办事去了吗？办什么事啊？不知道，不是你安排的。去见男的还是女的？这我哪知道啊？这个袁先生，瞧上去一本正经的，我早猜他倒麻着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在外边藏着个偏房啊？你有没有偏房？没有，我心里只有婉儿。死离离没有，海棠朵朵没有。哎呀，还有那抱月楼圆梦，这个真没有啊，这个真没有。前面两个也没有。师伯，您这套下的也太快了。
你终于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至于吗？当然至于了。那么大一张榜啊！我这一笔一画都不敢错呀！哎呀，这要是有点儿，哟，您给这么大一点呢？哎，我这一下就好多了。哎，全抄完了？哎呀，抄完了，总算是把杨万里这名字呀给改进去了。那就好，明天照常发榜。不，您不看一眼呢？没这必要。不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信得过你？哎呀，就大人这话啊，王某就像是，沉舟处见浮木，寒冬中遇暖阳啊。行了行了，少点套话。哦，大人，您让我查颍州的案子，查清楚了，这当年呀，的确是陈家被灭满门。知道了。还有，就是您领旨彻查舞弊之事啊，这已经在这坊间都传遍了啊。您，小范大人啊，现在在这读书人心目当中啊，那就是济世之才啊，亘古之光啊。有点过了吧？就是这些传闻呐，它好像都是从咱们院里边传递出去的。那就是陈院长的差事，陛下的指使。哎，大人，您说这是不是想借春闱之事，让您领袖文坛呢？我是真看不出来，我这样一个孤臣，却养这般的名望，陛下到底是想做什么？老王啊，平时遇到其他人，我觉得自个儿挺聪明的，可唯独遇到陛下，是真看不懂啊。陛下，范闲已然接了春闱旧案，证人可以随时登台。陛下以为什么时候可以安排？别影响放榜。明白。放榜之后行事。这旧案背后的事儿，范闲接得住吗？他没得选。你们也不帮着出主意。陛下没有旨意呀。你又不是木偶。臣愿意当木偶。你投了9支箭了，都没中。好，朕再赏你1支。你刚才不是说一切听朕的旨意吗？来，朕命令你，此箭必须投中。臣不善此道。投。陛下，中了！都这个时辰了，陈院长辛苦了。
我瞧这陈院长，您今天心情不错哎。侯公公也看出来了，好眼力。哎，过去吧，我送您出宫。这段路我认识。不忍心者，牵绊，物累而已。别急，以您的学识，一定肩膀出名啊！这是怎么能那么细？不要再。师兄，现在看书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有道理，师兄啊，来了。程家林呢？人这么多，不知道挤哪儿去了。不妨，他肯定在。二位，跳过礼部，监察院直接放榜，史无前例啊！小范大人整顿吏治，我大庆必当焕然一新呐。杨万里，这是杨万里吧？没错，就是杨万里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兄，我可是早就听说了，监察院这次放榜，就是为了把他的名字加上去。本来就是他，被别人给替了。小范大人觉得不公平，这才闹得这么大。原来是这样，听了什么消息？怪不得，我就说史无前例啊！这，街巷传闻不可信的。小范大人进宫见驾是为了你呀！街巷传闻，你们知道是谁亲手把杨万里的名字给加回去的？谁呀？小范大人，是陛下。陛下连夜执笔，亲自改的名字。听谁说的？都这么说。哎呀，这个哪会有这么监察院的人？都是你惭愧。来了，来了！大人来了！祝各位心想事成。要封榜了！真的公平啊！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我又没中了。杨兄，杨万里在哪儿呢？公示第5名，特别靠前。会试榜单，这不分高低，都一样的，想喊就喊出来吧。你们看看这3个字，是不是跟其他几个字不一样？好像是啊，看起来特别雄浑呐。绝对陛下亲笔。看来这次榜单是真的公平了，全完了！寒来暑往，屡试不中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大爷中了！大爷，别白中了呀，大爷！欧兄，你也靠前啊！欧继承。找你，找嘉玲。恭喜！快住了！你中了！你中了！是。程嘉玲，程嘉玲，中了！险些看漏了，中了就好，中了就好。师兄，是战力，是战力。莫要着急，也许是看漏了，再对一遍。对，再过一遍。
再过一遍啊！二位仁兄，恭喜二位仁兄啊，金榜题名。潜心苦读，下一次必当高中。诚君贵言。杨晓，现在榜单已出，尘埃也落定，该去拜访小范大人了吧？哦，那是自然。既然榜单已出，现在登门拜访，就再没有别的顾虑了。我现在就去询嘉玲。嘉玲，你中了！唐嘉玲，我也同去吧，虽然未中，也该上门拜谢。那是自然。咱们再练习一次啊！不用了，已经练了很多遍了。来了。3、2、1，见过，见过，见过。小范大人，大人，你俩也不齐啊，赖我。上次见面有说有笑的，怎么这会儿这么紧张？上回可不知道您是小范大人。对，小范大人也是人。小范大人不是人。小范大人是诗仙。陈立，怎么了？连着说。你们三个找我有事儿？小范大人监理春闱之职，对我等来说，当以门生之礼拜之。拜师投效。小范大人以雷霆之威扫清春闱之弊，此等魄力，当受此礼。我等4人心生敬佩，愿为大人效力。4位。哦，程嘉玲看榜时被人挤伤，不能走动，他让我们代为转达对大人的尊敬之情。好，你们4人有3人上榜，虽然还有殿试定3甲，但你们如今已经能算是官绅。做事之礼不能白受，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做官的道理，送给你们。我想说的全在上面，去吧。大人，先生，学生告退了。先生，学生告退。石产力，你留一下。好好做人，好好做官。不愧是小范大人啊，还可以这样用词，言简意赅，意味非常。侯兄，你看这做人，可是在做官之前啊。杨兄，从今日起，我等便是范府门生了。你我互勉，莫要辜负了小范大人的期望。大人，我没考上。我知道。
愧对大人教诲。用心就无愧。大人说的是。那大人留我，可是有什么交代？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接下来这几日就打算离开京都，回家去了。你回不去了。石家镇一场火灾，全镇被烧。这是当地府衙出的报灾文书，你看一眼。这场火灾或许不是天灾。大人，贺宗伟求见。先把他带走吧，我晚点过来见他。是，大人。范大人，贺宗伟又见面了。读书人不能做狗，也不该做狗。上次听了范大人的教诲，贺某受益良多，在此拜谢大人。这次春闱怎么没见你啊？贺某本该投身考场的，可这人间总有些事比科举重要。10年寒窗晋升仕途，对你来说，还有比这重要的？自然是。人命关天，沉冤难雪。有冤情，你们应该找衙门的。本该是去衙门的，可听闻大人接手了春闱舞弊之案，这冤情只能求范大人来结。春闱之冤，这妇人的夫君是上届春闱落榜的考生，此人才学卓然，本该高中的，可到头来被人冒名顶替，夺了官身，偏偏此事还被他知晓了。读书人咽不下这口气呀，便想着为自己伸冤。接着说。然而那冒名顶替之人是朝中高官的门生，谁曾想这高官痛下杀手，害了这考生的性命。到如今，只留下这遗孀在世，他却还想着为夫君寻回公道。贺宗伟，这件事情与你有关？我贺宗伟天良犹在。听闻此事之后，我便离开了京都，好不容易寻找到了这位遗孀，将她带了回来。大人，如今朝堂只有范大人您愿意为天下的学子做主，我只能将她带来见范大人。你为了这件事儿，春闱都放弃了？人命关天，义不容辞。你可否知道，那位害死你夫君的高官是谁？小女子知道。那就说出来。春闱舞弊，夺我夫君性命的，是当朝宰相林若甫。大人为民请命，
天下敬仰。要论大义灭亲之举，普天之下，唯范闲、范大人可为。无尘呐！严大人，严大人，找我。一个书生，一个苦主，搞林相杀人灭口，案子我知道了，为何找我过来？死者住处不在京都，这案子得四处协办，不够。刑部、大理寺、京都府都得协办，人不能给出去。那当然，自然以监察院为主。这些衙门在哪儿，我都得挨个认。要不这样，跟各部打交道的事儿，你先帮我弄着。你想过没有，如果这案子是真的，你怎么办？长公主算是被你赶出京都，现在轮到林相，你怎么面对郡主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把这案子转给我，我来秉公执法。你是怕我为难？我怕你徇私。谢了，不过这案子啊，只能是我。为什么？追查春梅舞弊是陛下钦定的差事，我无处可退。你觉得林相这案子，陛下事先知道吗？别这么想，太危险。你去哪儿？相府。这时候去相府啊？慢走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一会儿给你包起来。袁先生来了，您里边请，你们上座。喝杯茶，这茶真不错。是，新鲜的很。也多吃一点。好，袁先生，这边有上座。不必。请。来盘牛肉。好嘞，客官，马上来。就是这儿。好嘞。一壶茶，2盘羹果。好嘞。这要下雨？是啊，有。那边的窗户为什么关着？那下面是河，蚊虫多就关上了。哦。打开。哎。你打算就这么站多久？别愁眉苦脸的，年轻人不能消沉。有人报案，杀人灭口是吧？听说了。是您吗？真要是我，你会抓吗？你要想大义灭亲，这会儿就不该来见我。你要是想徇私枉法，这会儿就更不该来见我。落人口实，小心被参。如果杀人灭口的真是您，我亲手抓您，无法面对婉儿。但我若是徇私，无法面对自己。还是心不够狠。所以是您吗？去年春闱冒名顶替，好像有那么点印象。好像，毕竟不是什么大事，用不着我亲自招呼。所以杀人灭口是您安排的？没有。
治大国如烹小鲜，老杀人，这还怎么小鲜？不值当。所以您觉着这是诬告？倒也未必。我在官场混迹多年，门生旧故太多，自己都认不过来。这么多人，良莠难辨，总会有坏的、蠢的。那时候办理春闱仪式的就这些人，若真有杀人，从他们查起，或许会有个结果。真不是您？绝不是我。苦主是亲自登门寻你的？是。陛下才把查处往日春闱的差事交给你，命案就送上门来了，可真巧了。若是这样，这几个名字未必扛得住。这个案子牵扯很广，一会儿我们会护送你们去大理寺，等到了地方，该问的也得再问一遍。你们记住，在大理寺堂上，不必慌张，不必多虑，一切都由我监察院做主。听明白了吗？学生明白。奴家明白。你拉这个有什么用啊？闲着也是闲着。院长，若海来了。有事啊？范闲查案的事，您知道了吧？知道。林若甫为相多年，门生众多，要查他，靠年轻人不行。你刚才讲的这番话，他刚刚讲过。咱俩这话几乎一字不差。继续说。林若甫将来是范闲岳父，再怎么也不能让范闲去查呀。无论什么结果，将来让范闲如何自处，这话我也说过。你还说过什么？我意思，林相这案子要不换个人查。怎么没人？你这不闲着没事拉绳玩呢吗？我来吧，案子给我，我替孩子们接了。你这是何苦啊？他又不姓严。你让他接手监察院，咱们老一辈的，好歹要护着接。我看行。你一个户部的，就别管监察院的事情了，你接不了。为什么？人家点名让范闲，谁审还不是一样？监察院行事又不是儿戏，你让范闲查林若甫，这不就是儿戏吗？言之有理。你们俩还一唱一搭上了。这说道理呢？道理很简单，这个案子必须是范闲去查。天恩浩荡，你俩应该明白。这件事情救不了的。
妇人，你何等身份，竟敢与相爷为敌？相爷与我有知遇之恩，此恩今日必报。拿人！这是的保罗。严大人，杀人灭口的证据啊！受伤了吗？监察院威名远扬，有严大人在，这个位在，百姓是放心的。严大人，那好像是袁宏道，林相门客。别好像了，就是他。这年头，都把人当猪吗？